在上帝耶稣基督里面，一个前途有飘停嘅前途。嗱，人班人講到有飄停嘅前途呢，因為佢千年嘅上帝，攏總一切都係從佢計嚟嘅，盼望從佢計嚟，平安快樂喜樂攏總從佢計嚟。嗱，未跌落難之時，跌落苦中之時，力量也從佢計嚟。因為到呢一個腓立比4:13節人樣講到，攏總一切嘅問題，我能擔在耶穌基督本裏面本是個力量，嗱，這樣是個依靠主，是個有苦中世嘅力行道，佢本是個新嘅力量嚟擔嚟開嚟對付呢一個一突突節節嘅痛苦，突突節節嘅煩惱，突突節節嘅問題。嗱，所以呢一個約翰福音15:4節樣講到，耶穌交代，一切在我嘅內中，我一切在我嘅內中。一樣了一個葡萄卡飲滿在葡萄樹嘅啲，佢曉打子，因為到卡佢個登山唔曉打子，係冇飲到葡萄樹，所以嚟講，是個係樣係飲滿耶穌基督，是個能夠打出子，因為到耶穌就表示一條葡萄樹，是個相信嘅啥，表示是個葡萄卡，卡飲滿樹都曉打子。打出香嘅子，平安快樂歡喜嘅子，要喜樂嘅子，嗱，樣樣食家做出要好嘅子，威化講出要好嘅子，行途嘅善善行出也要好嘅子，本人人何嚟看嚟享受嚟食呢個子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